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一個咧比較敏感嘅話題，咁大家可能咧都知道咧，我本人咧已經喺英國住咗廿幾年啦，咁依家咧就住喺葡萄牙嘅，咁咧就其實老實講啦，作為一個英國本身一個公民咧，就睇到發生好多事情咧，都令我咧好心噏嘅，咁好多新聞都開始問啦，就係究竟英國係咪變差咗咧？咁其實大家咧唔知道了唔了解咧？我哋英國入邊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啦，有好多唔同嘅歷史，咁可能咧好多咧報道咧都不盡不實嘅，咁同大家剖析一下嘅。有幾個唔同嘅角度嚟講嚇，英國嘅警察嘅信任危機。咁老實講咧，我一直咧喺英國咧，以前咧夜晚咧行街嘅時候咧，都驚嘅翻屋企。我哋唔可以身上帶武器啦，咁但係咧我每一次行街翻屋企咧都要拿住一抽鎖匙準備即係還擊嘅。咁點解咧？因為咧我以前住嘅地方喺倫敦啦，咁咧好多時候咧都驚人哋扒手啊成嘅。咁其實咧，而家我哋睇坊間嘅新聞咧，話咧喺英國好多扒手嘅事咧，其實呢個唔係少見咯，係一直都喺度即係發生緊嘅問題嚟嘅。我睇到最近呢一個資料咧，就令我非常之震驚嘅嚇，就發現咧英國咧唔少嘅警員咧係涉及咧刑事嘅案件或者更加嚴重嘅紀律問題喎。當然啦，我哋話咧所有英國警察咧唔係話佢哋好有問題，而係大部分嘅警員咧都係雖然當然係仍然工作緊啦嚇，係服務市民咧都係仍然有工作啦，服務市民緊啦。咁咧最大問題係咧，不過咧社會執法人員嘅個體咧都不斷咧爆出嚴重嘅醜聞咧，咁市民咧對制度嘅信任咧就開始動搖。例如咧 West Midland Police 咧，即係以前我住嘅地方咧叫 West Midland Police，我住咗倫敦咧，住過 West Midland 啦，住過曼徹斯特。英國同威爾斯嘅截止2025年3月一個報告入邊咧，係一年內咧超過7000宗警察嘅紀律案，咁啊涉及咧超過8000名嘅警員啦，當中有700個警員係被解雇或者已經離職咗。結果即係話咧，如果佢仍然在職咧，本應該被解雇啊。咁有8000個人咧係犯過罪喎，係警員嚟噶吓。我想同大家講，咁當然咧，另一個角度話咧，就起碼有英國咧有制度去調查啦，有數字公開啦，有程序處理。但係對於普通市民嚟講咧，係點解有咁多個案件嘅咧？點解之前冇及早發現咧？點解佢哋咧可以喺個系統入邊咧繼續留職嘅咧？第二個問題咧係福利制度。最近咧英國有一個好令人爭議嘅話題，就係一夫多妻制嘅家庭嘅福利。咁咧英國本土咧其實係唔可以合法咧一夫多妻嘅吓。咁如果你喺英國本地結婚咧，法律上係必須一夫一妻制嘅。英國嘅法例有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咧，如果某一個人咧一夫多妻嘅話咧，而喺海外結婚嘅話咧，當時喺居住喺一個容許一夫多妻制嘅國家嘅話咧，英國有機會咧對呢個婚姻咧係有限度嘅承認嘅。咁即係話咧，你可以喺你個國家度，如果佢哋個國家承認嘅話咧，你可以帶幾個老婆過嚟英國嘅。最問題就係咧，如果你對呢啲咁嘅家庭嚟到英國咧，福利點計咧？根據咧英國嘅 pension credit 嘅計算嚟講咧，英國嘅標準金額咧每個星期咧係有363磅25p嘅。單身人士咧就238磅嘅，兩者相差咧就125磅.25。所以如果咧承認咗一夫多妻嘅家庭嘅話咧，每一名嘅額外配偶咧，可能每星期咧就加入咗125.25嘅配額啦。咁呢個令好大爭議啊！即係例如個丈夫過嚟移民，咁佢帶住佢12個老婆嘅話咧，12個都攞咧救濟金嘅話咧，我哋真係政府咧係真係會好大劑嚇。支持呢個制度嘅官方嘅解釋嘅大概就係話咧，如果每一個額外嘅配偶咧當係單身人士分開申請咧，仲貴，政府可能要支付更多，所以咧就較低計算，反而比較平。但係反對者就問啦，點解英國本地人唔可以一夫多妻嘅家庭咧就可以咧帶住佢好多個老婆過嚟而係合法嘅咧，而去英國咧領取呢個福利制度咧？咁呢個制度算唔算公平咧？唔知大家點睇咧？你覺得英國咧有雙重標準咧？我覺得呢個問題咧唔係簡單地係成為一個種族或者宗教嘅攻擊，應該咧就值得討論嘅係咧一個國家嘅法律原則咧係咪應該咧前後一致咧？如果英國社會本身咧認為咧一夫多妻咧係唔符合法律嘅價值嘅話咧，咁福利嘅制度係咪應該仍然咧為某啲情況做特別嘅申請咧？第三個問題就嚟啦，英國嘅福利咧支出越嚟越大，因為英國政府2025到2026年咧嘅年度預計社會保障開支咧大約係337 billion 嘅，係所謂億啊，收入嘅稅收咧大約咧係329個 billion，咁呢個好震撼啊！即係話咧單計入息稅啊已經咧不足以咧覆蓋呢個福利嘅制度啦，係入不開支啦已經。如果呢個講清楚啲話咧，有啲網友話咧係英國嘅史上第一次福利支出嘅高過係收入嘅，呢句話咧其實唔正確，事實咧核查嘅機構指出咧。
英國嘅福利支出咧，至少過去10幾年咧都係高過佢嘅收入嘅。咁啊，所以更加準確嘅講話咧，唔係第一次啊，英國嘅福利負擔長期都非常之沉重，而係咧政府嘅財政咧嘅空間越嚟越細啦。咁啊，而且咧 welfare 唔止包括咧係失業救濟啦，亦都包括老人救濟金啦、退休金啦、傷殘福利啦、住房福利啦、低收入家庭支援等等。所以咧，我哋唔應該單單係講咧懶人攞福利嘅，好多人都攞緊福利嚇。不過問題係咧，當個國家人口老化啦，醫療咧壓力增加啦，低收入人口增加啦，住房成本上升啦，工作收入咧係追唔上嘅生活嘅成本嘅時候咧，福利咧支出係越嚟越高嘅。咁呢個唔單止移民問題，而係亦都唔係單一政府問題，呢個係整個成個英國嘅經濟嘅模式出現咗壓力。咁第四咧，我想講下咧就係制度嘅信任啦嚇。一個國家咧最重要咧唔係有幾多層樓啊嚇，而唔係咧有幾多，亦都唔係咧有幾多名牌大學，係咧普通人信唔信呢個制度？市民信唔信警察啦？納稅人信唔信福利制度我公平啦？移民人士信唔信咧法律清晰啦？本地人信唔信政府有能力去管理人口啦、住房啦、醫療啦、教育啦，同埋佢哋嗰啲支出同埋收入啦？問題係咧就答案變成咧開始係唔信啦。呢一個國家咧就開始咗深層嘅危機。我哋今集咧亦唔係想淨止係鬧英國，咁啊，我哋反而想問一個問題咧：英國人仍然係以前香港人想象嘅英國咧？咁啊，以前好多香港人又諗咧，去到英國咧有法治啦，有紀律，又有公平啦，言論自由啦，有福利咧，有安全感嘅。大家知唔知道咧？係1年以內咧，英國咧係捉咗12萬人口咧，係因為佢哋喺 social media 咧講錯嘢，咧係俾人捉嘅咧，係1年之內。咁啊，所謂嘅言論自由咧，其實咧可以話係零嘅。全個歐盟嚟講咧，佢講啦，成個歐洲嚟講咧，捉得最多人咧，去因為 social media 咧，成日講錯嘢係最多嘅咧，係英國嚟。咁今日嘅英國咧，面對呢啲咁嘅壓力啦，咁英國咧仲係咪 OK 咧？我覺得好似咧英國咧已經係好有病啊！如果睇到咁多嘅情況嘅話咧，咁啊其實英國 O 唔 OK 啊？我覺得問題係咧，英國唔係崩潰，而面對緊一個好嚴重嘅制度壓力嘅測試。最危險咧唔係單一嘅新聞，係每一單新聞加埋一齊咧，市民咧開始覺得咧制度好似越嚟越唔公平，政府咧越嚟越咧管唔住啲人，納稅人咧亦都越嚟越覺得好冇安全感。對香港人嚟講咧，呢個問題咧值得討論嘅。好多人香港人咧就移民咗去英國啦，咁啊帶住一個好大嘅期望啦，希望下一代咧有更加好嘅制度啦、穩定嘅生活啦、入到好學校啦。咁但係移民之前咧，你要問清楚自己，你去嘅地方咧係咪你想象中嘅英國咧，定係現實中嘅英國咧？所以今日嘅英國嘅問題咧，未必係代表英國值唔值得去，而佢提醒我哋咧，任何國家都唔係一個天堂嚟嘅。呢度咧，如果長期失穩嘅話咧，福利長期失控咧，如果覺得有雙重標準嘅話咧，連最成熟嘅國家咧都會開始慢慢失去信任嘅。咁我今日嘅標題咧，英國係咪 OK 啊？覺得咧英國咧仍然有好強嘅制度嘅基礎嘅，但係咧唔可以咧靠住昔日嘅光環咯。咁如果咧政府咧唔正視福利啦、治安啦、民啦、住房啦同公共服務呢啲咁嘅壓力嘅話咧，英國人咧自己都會越嚟越開始問：呢個國家咧究竟係咪運作正常緊啊？你又點睇咧？唔知咧，大家好高興咧，好歡迎你哋大家留言，亦都好高興咧嚟 visit 我哋嘅 channel。唔該你咧就真係俾個 follow，俾個 like，再見。